大家好，我係 TCL K-Train 大師，歡迎嚟到港之港第21集。我今日會介紹嘅係洪水橋站。洪水橋站位於元朗區洪水橋，採用側式月台設計，預計喺2030年通車。雖然輕鐵都有設置洪水橋站，但實際上兩個站嘅地理位置相距甚遠，就算同最近嘅中屋村站都相距半公里。不過根據香港政府最新規劃，屯馬綫洪水橋站同輕鐵中屋村站之間會興建步行商業街，同時洪水橋站都係港深西部鐵路香港段嘅終點站。當時喺九廣西鐵興建之時，已經喺逸園路以北預留位置興建車站。政府喺2011年展開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重新規劃洪水橋新發展區。2013年，洪水橋站喺政府我哋未來嘅鐵路第二階段公眾諮詢重新提出，評估增設洪水橋站嘅可行性，以研究係咪可以作為現有鐵路路線嘅優化方案。2014年9月17日，政府公布《鐵路發展策略2014》，落實興建洪水橋站，以配合洪水橋新發展區發展。初步預計將於2021年動工，2024年落成通車。2021年5月27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政府邀請港鐵公司開展洪水橋站嘅詳細規劃及設計，以配合洪水橋斜線下村新發展區，料2024年動工，2030年竣工。2024年3月26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興建呢個站。2025年3月，港鐵批出洪水橋站工程合約，車站由金門建築承建。唔知喺洪水橋站嘅開通儀式嘅嗰一日，你會唔會搭上頭班車呢？今日洪水橋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下集我會講北環綫，未完待續。